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嚟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同文嘅研究第60。每一集呢有10篇文章哈。今日嘅主題係阿安嘅土姑娘。嘅文章篇課文一詩一語，一個對照錄音。第53篇，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嚟共下研究客家嘅。乜個按照白話文，白話文就是一個講本土語言，係嘛？一個宣傳方面呢，一個屏東時報、天子報有客家嘅專欄，用客家詩、客家語同一個客家語嘛，兩方嚟做一個宣傳一個客家白話文。一個文章嘅專欄嘅報道，安尼嗬，可能睇嘅一個地方有注明出來。一個可能今日一講嘅題目呢，就係講阿安嘅土姑娘嘅文章篇一詩一語嚟對照錄音，提供大家嚟共下嚟研究。好，我哋就係嚟講一個阿安嘅土姑娘嘅故事。聽講以前有一個富豪人家中窮嘅，有一代丹丁獨子，兩位丹丁獨子雖然生到琵琶太khó，但是論起語言腦筋反應，可以講得係昂昂。兩個太考古嘅爺娘雖然啲咧語言太考古，對於人情事物嘅一切唔係該靈通，但係兩家富豪兩公婆年紀時已經有70多歲嘅，為了希望有傳宗後代。漸漸有孫呢來臨，所以娘兒也為富豪人家出急，就想辦法來開出國家嘅媒人理同偏見，委託嘅改道嘅媒人婆，向各地方去尋適當嘅細伢子來相親，一群媒人婆看到了相當大包圍媒人理，也係相當失望來介紹，最後尋到為一個家境非常貧窮嘅人家中有一位生到身材肌骨嘅面貌都係非常好嘅細伢子，兩位細伢子受了媒人婆嘅唆送，同爺娘嘅壓力之下，就勉強答應下來，接受嘅男方嘅訂婚。當個月訂婚以後，兩位美麗可愛嘅細伢子嘅人相當，兩門婚事總係心中悶悶不樂伊講伊想我為了來改善爺娘家庭嘅環境。爺娘生活雖然可以改善，但係婚姻係終身，貴生意呢也大事。家本兩位富豪嘅丹丁獨子，雖然以後財產全部都係我有份呢，但是家本呢個太考古，乜嘅都係唔對，家本意
甲本意，又有乜嘅人生意義咯？真相檢錯，木子一寸又一寸呢留下啦，實在唔係按樣嘅過好，伊嘅內容同每人婆已經向對方思維很多偏見偏離經以後，也係強怕列為寫字嘅後悔來投走，所以雙方啊都日日夜夜加強來裝好列為寫字嘅，同時緊緊催促列為符合人家窮快先好日腳來討錢，列為符合人家本門人婆以催促之下，也係假生意慢慢地答應講，再緊，也要先到最好嘅日腳，乃可以以隨便先一個日咧就來辦喜事咯。實際上啊，一旦日腳做到先好些嘢，所以聽日就吩咐人傳話本門人婆講，實在係天作之合。經過太相時認真看了以後，就係在呢兩個日代，這個10年最好日腳之獎，係世界之獎，世界獎。當然冇份是結婚嘅本意，列為符合也將地方上嘅40人家全部都係邀請到場面之鬧熱，人數之多，也係開張以來體驗呢，可以講得相當有派頭同派場。但是美中不足嘅地方就係，每位貴賓人客看呢也對新郎新娘以後，雖然表面上唔敢表示出來，但是內心總係經由頭暗中偷嘆講，嘆息講，可憐又可惜嘅新娘，雖然係生到像仙女一樣嘅理直安講，兩位嘉賓也則太戇居咯，安尼可別係一類高貴又強嘅想法，插落又粗又太大嘅牛時代度裏一樣樣。實在係打傷，往都係料想唔到，為可惜，眾貴賓人客都係一致積棍來討談，來可惜。當結婚一個宴席係以後，人客個貴屋卡也已經啱嘅，也對新郎新娘新腳也寫好嘅，正片入通房睡夢。這時節，新郎嘅歡喜同新娘心中嘅痛苦，實在係難以來到形容。假使用兩人嘅賭博樣嘅來相比啊，新郎實在係像羊兩夫胎嘅慢慢行起路來，前台嘅跑道剛固固一樣嘅爽快，但係新娘就像輸到激光又負債嘅輸家一樣嘅痛苦而難挨，又參插到嚴重嘅後悔，所以新娘就頭來嘅在面場上彈屁股，吹嘅吊面狀，
等等准备好嘅以後，最後決定將民眾們用線索綁好起來，踢起來，唔本太鼓鼓入來強下水，同時全身又用皮骨到黑黑，一時都冇走出來。這時節，太鼓鼓第一道行路都係飄飄忽忽、飄飄不停行入房間。當間門一開，看到新娘將民眾一切都係準備到好勢好勢，也面到水也在民眾行嘅行定以來，所以實在高興又慢慢呢北上民眾嘅時節，太昂古讓嘅係演繹嘅民眾都係演唔開，最後就寫上嘅喊伊嘅阿妹講啊，阿妹阿妹，捱上嘅以後你唔得啦，你唔得，我讓你呀，妹妹。伊個阿妹聽嘅以後，就在間門頭前寫上嘅，同伊講：太哥，唔好緊張，用油過河過挖就可以入落去嘅呀。昂古聽嘅以後，就喊民眾來尋油，尋咩個叫都係冇尋到乜嘅油可用。最後看到江台巷有一盞燈呢，燈盞肚裏有粗粗嘅番油，伊就將番油拿來施張啊，向民眾們多加油。當伊將番油一到面在屁股肚裏嘅新娘，皮到相當粗嘅番油時，心中火氣太重，加上暗暗看唔到，安尼出手就將巴掌捅過去，一掌就捅到太鼓鼓嘅屁股。這時節雖然嗰種有流血，太昂古也冇叫出來，但是太昂古有台上嘅喊伊嘅阿妹講啊，妹妹妹妹，胃痛啊，有流血嚟啦！伊嘅阿妹聽到嘅呢句話以後，心中也係非常嘅歡喜，萬分嘅歡喜，就寫上嘅向見到你嘅阿昂姑講啊，阿昂姑。其次仲係會流血咧，胃痛嘅有乜嘅好驚？加油加油！嗰小心咩就可以嘅啊，可以啦。阿昂姑聽嘅呀，再加油，小心等到翻譯以後，又再將番油拿來，再向往民眾中間一道，暗中色彩中，又係淋到新娘嘅頭。一個時，新娘嘅火氣一直長，屁股一踢，就起來使用全身嘅能力，將拳頭拂過去，又係暗中拂到屁股頭，拂到屁股見沙皮黃嘅，但係新娘一樣不敵事態嘅嚴重性，就再用屁股將全身揜到黑黑，阿昂古撒嬌到哇哇滾，阿昂古要睇上嘅向伊嘅阿妹來討救命。伊個阿妹聽到阿昂古睇上嘅喊救命，緊緊點破開門
綜入來一看，昂古滿面都係希望嘅，伊嘅阿妹還是心神采采又紛紛地講，太昂古，天賜流血，廁所難免，也係幾好嘅現象。唔用會用屁股是屁喏，屁嚟做乜嘅喏？唔用會按昂嘅時間，房間肚裏唔係係佢講，新娘也在屁股肚裏，看到人主見殺火勢呢，火氣相當大，唔代表唔幹家娘嘅入來，倆嘅情況，有本家娘老多都以為新娘係懷色未消，懷色都用屁股將全身減蝕啦，所以伊嘅阿妹就同阿昂姑講啊，昂姑趕快用布會出大嚟，按原來莫緊張，安尼講嘅以後就將街門一關，就離開房間。但是各位一下位，阿昂嘅又叫到跟住台上哇哇滾，伊嘅阿妹心中一時觸急緊緊，點呢火，點陣火，終入來詳細一看，阿妹哎喲，娘為屁股流到眼都屁汪嘅，經過新郎新娘一對答同講嘅以後，才了解啲咧，也彼此喜出，是呢一個發生啦，完全係阿妹隱面嘅兩頭，可惜也被太昂古誤解了阿妹嘅意思，我想偏嘅行嘅劃行。一個來表演錯誤嘅彼此喜出，以上呢是本文，所以在做一個總結，本文提議嘅總結，貧窮家徒一類化，比白跌落時代下，阿昂次次難上床。隱面阿妹母娘做討人，昂古昂上偏街行，莫走街來行，鬧到鬼也咩無限，血沙滿面喊咩叫，母娘還講笨蛋話話，勇敢繼續向前行。嘿嘿，真係真昂窮下，喜出也係真多呵，也係多。另外一個時隊呢，上到提供本各位鄉親得到一個參考，有相同一個昂嘅一個真嘅，兩者都嚟新婚愛入水木嘅中間啦，新娘都同新郎講啊，因為新郎唔是一個唔讀書唔識字啊，所以士隊根本都唔曉得做。但係新娘為了要壓制新郎，所以就在上床之中啊，之前就向新郎講啊，愛做士隊本隊，對得到那上嘅床單，對唔到就會上，就會衰太點白，唔似個另外衰。所以士隊都用嘅咯，伊講啊，阿妹生啊一類化，始終唔是本人命，見安部唔同嘅命，聽講嘢誒就投我一家安尼話。好，再看那個太昂那個阿昂古有用嘅來對咯，係有人講啊，男人冇才便是愛有膽。阿昂古就用嚟講，隨聽，
摕到讲个对个话来对，也下手来对文堂，伊怎样来对啊？牙把本来一支葱，吃葱唔识拿来用，见俺不拿来吃用，一打就濒临崩溃，安尼吧哈。一个基本一个一个阿昂古托家的故事呢，也附带一个是的。上面所讲的语文有所不敌的所在呢，所以请大家来看本文呢，本文语客语主角，一共有一个改详细嘅，佢嘅有58嘅哈，58嘅。再嚟講呢，我哋客家私人化、本土化地度里啊，最重視嘅是乜嘅咯？就是聯吟詩。聯吟詩哪係曉得嘅世界？那個語詩你曉得講嘅世界啦，講話就係順口，聽起來也係順耳。然有一個傳統嘅入面素材，安尼哈。個地度里，請大家詳細看。一個第三，一個 A 來講嘅是呢 ，A 上頭有為了人民嘅嘅白嘅鹽，第三個呢只有一個兩個個，哦，一個挨嘅，哦，挨耶，介紹嘅介，也三則詞。另外呢，還有一個聽以上嘅。但是北部鄉親伊無聽以上，伊愛相信研究結果啊，係用在詞，在詞頭前是名詞、名詞，冇得動詞啊，動詞安尼。第三堂嘅呢，用樂一就是因為聯吟詩啊，一共有9吟嘛，南部私人化有9吟嚇。嚟講嘅時候呢，有瓦拉呀、瑪那亞加巴啊呢。有為了人民的嘅白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呢，來認真了解到語言嘅專業，像唐亞道嚟講說唐亞道，可能是就係昆亞道、皮亞道、雪拉道、牛蛙道、黑馬道、各曲家道，一個 M 黑巴道，一個語言安尼嚇，所以講啊，話為我。那呢喏，牙嘅我八百波等等，一共有一個可以講啊，每個9吟地度里有3個嘅聲母只有3個 A、E、O 3、9、27啊，然以後4個吟呢，又共有4個吟，一個13條喎，一共有108吟安尼嚇。以上呢，請大家好好嘅一個點開一個本文嘅地方來看那個客家語文，同埋大家同埋學嘢嚟，大家嚟研究客家白話文地度里嘅聯吟詩啊，相信各位鄉親呢，能夠推廣客家語文好簡單，同時地度里嘅注音。好好嘅來學嚇，我哋嘅注音呢，頭話是有一個中原族考呢，嗰種注音。個專業下嘅呢，就是國語注音、華語注音。再下去呢，就是通用拼音，一下呢就變成了一個漢語拼音，非常嘅好，乜嘅音都可以做得。但是我哋頭都所講嘅聯吟詩。嘅聲母有8個，一8個呢，客家語文地度里總是係冇嘅嚇。好，即個係嘅文章地度里有這個濃結不了嘅暗含啊，一個可以講啊，台灣全省一個唯一嘅最大嘅暗含，嘅是頭擺，我哋結不了地區鄉親後生嘅。全部都係留暗含作用，一下是冇嘅啦嚇。所以希望客委會啦，一個農委會啦，也係客家委員會，能夠嚟出力，將暗含變成結不了地區嘅一個景點，嚇，也相當於文化嘅性質嘅參考嘅素材，可以講的是結不了之講嘅啦。以上詢問大家。感謝你，再見。
神夢按自西要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